佢再歡迎人，對人小聽，變成好嘅節目。這個禮拜我特別嘉賓，希望Clubhouse 唔是 Google Meet 那邊嘅朋友㗎了，有校長阿龍歡迎。sorry 講句，我未記開你麥，講句。笑我咪笑。我媽就靜靜㗎。Hello。真係痛苦啦。了個有我哋都歡迎。啲都係聲，個阿三laksa。大嘅，喲，驚啦你！個拜青歡迎。ก็ไม่คุณนะ個道哥歡迎。誒，道哥不是？我一場 A 場。哦，แล้วก็參兵歡迎參兵。Hello， Hello，個 Clubhouse 朋友 ，Clubhouse 朋友，我未記換我嘅咧，新 episode link。share link，我聽到鬼嘅聲哈，是聲嚟啦。喂，頂過一節嘅嗬，唔是頂過一節，大家知道鬼故事，我感覺到我放嘅鬼嘅聲小大聲，我當今嘅小細聲哈。當聽得到嘅鬼嘅聲，聽到。OK 啦，唔講聲大聲啦，唔講就細聲啦。我講就細聲。講係 background 嘅聲嚇 background 聲對。你現在咪清，我唔是即小寶就冇驚就嚇。你講咩聲啊？你是講 background 聲？你講平平無鬼嘅聲，我係小英。一件啦一件，嚟咱嘅 Clubhouse 嘅朋友是南西，人知哦，係咪？阿龍嘅厝有鬼嘅。家庭講特別少，等陣我聽。阿龍嘅新厝啊，到啲韓國嘅新厝。佢新厝都合戰而家呢，都แล้วก็阿蕉歡迎。สวัสดีค่ะ個有上帝幾個件話啥？個有小寶歡迎。你阿威有咪見咧？你看，咩件？108。你問講，你問講啊！你個考啊，佢哋佢掉啊，佢哋講小寶。我真有呢部見。啊哈 ，OK。然後個澳洲嘅阿涵。Hello， 我身邊有一個鹹濕龜。衰啊！做咩事咧？我暗時鹹濕嘅嘛。然後個佢講話小塔比婚係你。Hello， 我是譚家龜。然後個隻 Ken 是講咩？我的士係唔是？老裡面是講咩？葡萄酒，我是葡萄酒。葡萄酒歡迎葡萄酒。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OK， 這個禮拜咧，我後尾講上半要講幾個故事，因為這個禮拜就特別，這個禮拜咧，咱嘅出名嘅校長本身，家己有幾個故事要來講講。你佢冇看到嘅喎。嚇，我就係講有鬼呢。
有影无？无影啦，鬼无影嘛，拢个几件，还是家己生日作怪。你确定就知咯，确定往放下你看是就知咯。阿龍嚟講啫，係咪數你係咪數紅險你我紅險真係寄 message 嚟喎。我係是足一禮拜前嘅事咯，一禮拜前，拜六嘛，好似是拜六嚟。哦，誒，等陣 before 你 start 嘅時候，我俾下你看。This is my Christmas present. It's a Christmas present. 俾下你看隻物件。哇哦！嗯。俾就吉掉嘢啦，跟住邊就吉掉嘢對面，頭一邊，係咩嘅？得啫。腰這邊唔是就吉掉嘢。哦，對。呢支 design 我請問就最做緊貴啊！我係硬，冇以後呢啲我 existing 嘅 design 啊是，一部刮掉啦，一閃就刮掉嘢，一部刮掉啦，是隻碗呢。我只有笨蛋啊！一部 margin，什麼 margin 是硬色嘅，其實。唔係anyway，喂，硬好玩攞嚟啊 ！Christmas 時好玩嘛？你學嘅，能夠念爹用嘅拗，喜嘅字啊，歡喜嘅字啊，所以呢，誒，我俾我記，或者做俾點講？特別我好多看，伊個 tray 啊，計下你呢，做一個水嗱，你看到，哎呀，是比較 creative 啊。因為伊好啊，這裡 tray 啊，嗬，等陣再 focus，你揾叫對嘅就，乜叫本 A 咩？那就那個 honey 啊，個薄嗰啲 tray 你看。哇哦！啱啱做嘅係 ceremony 嘅就，一隻是㗎。你硬是講白豆要做人嘅話啦，應該是日本人嘅。係咩做人？一是日本人。我哋講next life，接下來一是日本人。未必正是日本人嘅嗬。哦，正是日本人嘅。依隻 ceremony 嘅咧，有 tray 啦，係咯，係一個刀頂布啦。伊頭頸嗰邊係啲抓定面嘅啊。啊，對，喂，頭頸嗰邊對待伊 tray parallel 嘅 tray。OK。我會講這禮拜幾個數誒，讓別人上班別人來幾個數嘛，一人講咧，這幾個數冇10分鐘嘅。OK，這禮拜咧，我咪講嘅幾個數就是阿龍紅險 message 話，講加油，等我看我會 play 你 message 等陣。啊，我你 message 係幫人聽啊，我聽到我聽到對你 message，我嘅日本先係冇觀察嗰度，你 message 我係講咧嗬，我佢哋個數都了解咗。阿咪了解，我一邊講夠有意思嘛？哦，係，對，嗱，你係點講嘅？我講嘅了解嘛？我是暑假轉咗佢講啦，好似節啊，我是聽一禮拜嘅啫，我都一禮拜整咯，拜六咯，係咯，就拜六冇做工嘅嘛，所以啊，我當然講就係人之後話啦，就對佢沉沉啊，係佢等就冇嘢啦嚇。拖的，我就早起請起來了，佢熬。我自己煮滾湯，係咯，煮飯嚟食的。然後伊是下晡1點半的，下晡1點半的，天光光嘅就下晡1點半的。所以嘛，食了佢後啊，去切到頂，嚟個碗係半碗啲備先於四邊盤呢邊，俾佢洗，係咯，俾佢蒸誒，俾佢崩晒啦就。我是啲厝點樣咧？我是特別歡喜嘅咋。我啲厝大都是開掉電視機，唔是 Netflix 就是 Disney Plus 啊，無論就是 YouTube 嘅。特別放聲啦，會。啊，我厝特別有聲嘅，我厝冇聲是別使嘅咋。所以我阿咪困嘅點時，我本身開掉高登嗰聽我電視早起7點幾8點嘅咋。我厝是特別有聲嘅咋。所以我嘛開掉，啊，然後就是我個心血來潮，我就半夜點時看鬼故事咋，有一個香港嘅一個講鬼故事嘅節目，叫做恐怖在線。了。
那出名就真得幾年就，你要一個主持人，一個 DJ，你常常要請一個 guest 起來個白白鬥講幾個數，講就係香港古早發生過物件，就真幾年就，真落一個節目嘅。我嘛看了，我冇咩事咩就，我哋就背下，我哋手喺 Facebook 冇去注意本啊，你冇去注意。對嘅，我係愛聲爾嘅，我出到這邊有聲到咧，我冇去注意物件嘅。所以我嘛食飽飯了，我吃個咧好食物件，你一啲啲放掉嘛，啲啲看掉嘛。去放屎嗰陣，我就講我一人大嘛，所以我放屎就開條門嘅嘛，開掉嚇，你叫我個人做空空，我一個人嚟嘛，所以我放屎點時咧，我坐啲西灘位嘅咧，我係看到電視機，就是講電視機本直播啦，我係看到168，安尼到28%咧，我係看到你鏡頭28%嘅就，出呢邊28%是我炸掉，炸掉嘅就，所以我嘛坐落嚟啦，佢你結真邊喺你邊是唔是？我到啲鏡頭唔會係這邊，就係你邊咯，就係你邊。แล้ว我坐落嚟佢後咧，我叫佢做點嘢就，我就是奇怪，安尼我佢叫做點嘢就，冇正常啊。伊 music 講話識得冇得點嘢就，啊我遲到細單嘛，我就飲咯，後飲看，伊嗰陣時卡掉嘅就，我心裏面就講哎呀，唔知是唔是伊別錄啊，因為有當時 YouTube 嘅人講啲嘛就別錄嗰時候。buffer 掉啦，伊buffer 掉啊，然後無關係咯，because 真少數啫嘛，下晡時都天攰攰嘅就，冇想到呢啲物件，然後我好事嘅了啊，長水嘅啦，搞掂好事嘅了，我就行出來啦，我一行出來啊，一聲走到啲人，好奇怪哦，我就喺你頭前看啲電視機咯，冇數嘅嘛，係咯，就講啦，咱我邊啲學緊訓練出來嘛，後面嚇，冇唔是，後面物件咧，我就是有出現到奇怪加刺激嘅。任意鬼性嘅嚇，那個咧落去嘅咧，我心裏面想講應該是個鬼魂嚟啦，我先頭先物件啦，就係咯，我嘛看到電視機了，我心裏面想講啊，然後倒提嗰陣，我倒提結果我就嚟走開，係唔係啊？意思係這個安尼就，就是講意思對隻 video 上一個 video 就，hello。我倒提個就係驚事，一時點嘢咗，咁奇怪了。我攞只行到短期，我走卡，一個在這個佢一行到短期咗，特別一時卡一隻呢，我攞就行個電視機頭前啊，一時無數嘅咗，順一條啲棒咗，一個你 video 啲行咗，我就奇怪了，有可能講按係拄好啦，是唔是？按係有可能就係拄好咯。我咧我就想到點嘢咗，我就會行我電協調。我被協調看 ，maybe 是，就是講有影是安尼義理嘅話啦，我冇證據咯，就對，我新話真看嘛，對唔對？但是嗰時我咪笑到亂本啊，各位聽眾，笑到亂嘅，我係聽眾朋友嘅啦，嗰時候咁就好嘅時候，我哋有一陣我有 iPhone 就實協嗰陣，我哋協調快調咧，就協調咧電視機，係啦，我就到一啲啲行掉，我等你咯，等你行順順咧，攞到倒提，佢個我走開時，伊個只騎嗰陣，係啦，倒提個我係就已經。呢期我就係件事啊，呢首無聲嘅嘢咋，定義咋，一定義咋，所以我夾到端出嚟，呢個隻聲我就走到呢，騎個頭正時，呢是順規嚟 video 無數啲啲嘢咋，我係講來回做4個刀咋，4個刀睇了時人嘅關係咋，你 recreate 呢隻 incident 咧，嚇，就是講如果只騎個走卡咧，呢就是騎咧就，呢就是就我咁先騎咗，我騎到就已經咧，呢冇聲嘢咋，呢佢哋 screen 是 frozen 掉，冇叮當嘅咋，我先喺度奇咯，我已經 send 條 video 個阿 John，都當佢好型嘅，我唔記得佢講，嗱見都冇影都冇見，我 send 到都看到啲啦，我直頭 send 到佢看，係咯，我錄音咯，講佢聽講我發聲咁樣數咯，所以我就冇想我呀1點半就，係咯，迄個故事講幾個數就，我。放曬出嚟啊！我看到佢頭前嘅物件是迄個 skeleton 咗，死人骨頭咗，伊個 screen 出嚟，你看到佢個 video 嘛，就係 skeleton 嘅臉嘅嘛。我看到我就小驚咗，咁我冇關係咯，貴了那冇關係咯。但係咧，我自己咧就發生咁嘅事咗，就嚟咧，迄隻冇事嘅就，迄隻一直拜六暗暝，拜六下晡嘛，冇事咗，所以我就喺度連續兩日、抗日發生，暫時冇啦。就俾冇數嘅，上面數我就是困嘅話啦，我是一個算咗是講伶俐嘅人啦。我
愛困嘅話，你話我電腦嘅啦，到時冚嘅了，係咯，熬嘅啦4號時了。10號時啊，家己困。9號時啦，我7、8個啦9號時了，我家己困喺度。我攰嘅嗬，嗰時冚開咁嘅啦，拖去單，規個人水困了，แล้วอย่าว่า remote control 攰人水，攰人水呢，係啦，อย่าว่า remote control 知唔知唔得？唔係我講話就。你叫我第一見日本留言，唔係我講，唔係我講嘅一句話，你叫答先。日本留言，我唔記得咗。冇，係啦，你好。又見我 live 掉，所以後面數網未看到。我去困一攰啊，你就發生咩事？我咪去困咯，冇面見啊，冇面見啊，我困啊，第二日早起來嘅時候，我個發現到 something is wrong 咗。我請起來，但是因為我平常時6點幾我咁請起來，然後7點幾佢就請一刀，佢把照啦，然後那時我有可能幫照嘅陣狀啊，我是所以我大早起7點幾8點請起來，但是哎呀都攰嘅，如果是6點前請一刀嘅就，所以呢係正常嘅事，就係呢，然後你好，即係連續拜6。困了，禮拜早起請一點先，禮拜暗暝困了，拜一早起請一點先，有時你物件真奇怪，我搞同嘢我就是未解釋掉咗咗。你這是幾日啊？你這第幾日？咩？就是一咩？哦，一咩？我想你禮拜早起啊，當然。一咩嚇？就禮拜早起咯，係咯，一咩過咗第二日啦，禮拜暗暝困，第拜一早起咯，就是連續2咩咗咗，連續2咩咧。拜2點先佢就突然一到，安尼嘅數咗，就是拜3早起咗。我困咗個嘢，我請起來點先啊？我係厝，我係房間啦，當然你看到即係我係房間咯。我開始攰掉咗就。哦，即係唔係發生過嗬？你厝都斷咗幾年嘅？我唔係發生過就，就是我開始攰掉啦。because 但是講，因為我當時干了好也是攰一趴。就是一趴呐，就是你房間一趴呢，早開我有冚，有當時早開我冇冚本嘅，because 我有當時開到攰啊嘛，冇講完全啱嘅啦。所以你早開我未記啦，我覺得真係清楚嗰時未到時，我平常真係對嚟我早困啊，哇成多片面上困嘢話，我暖困呢邊整嘅話咧嚇，我攰係平逼。例如我暖困意嘛，配當係冇加壓又冇漲啊，很困嘅啊，伊可以無冚是正常嘅嘛。特別我喺你攰難命啦，我有100% confirm，because 冇特別嘅事咗，所以我是漲壓啦，攰又跳前期跳時嘅啦，跳配當啦，冚會嘅啦，你很好困又是正常困嘅啫。我唔是 fall asleep 咗，我是 go to bed 咗。邊係攰可以嘅啫，特別。禮拜早起、加拜早起、加拜3早起咧，嗬，我可以是開掉就我請嘅事。冇咪就是我可以開曉咗。我冇逼住點咗。即我唔知，即包我唔知，你冇教我講掉，你是教我講佢哋鬼事。所以我頭一條我每日錄就是，你放嘅 YouTube 是唔是你 stream 掉到你電話？ stream 去你 TV， 我是 smart TV 我本是冇意想嘅物件本，我本冇意想，你是唔是用條你 data 來看？我冇人講本啊，大家我IT savvy、tech savvy 我哋有嘅，冇可能咯。我是用電視機開嘅，我 handphone 是用到 Facebook 用到。所以我哋想講，有可能你嘅身軀會 affect 到 interference 嘅係 reception 咯呢。我冇換另外一個 video 機嚟看咯，接落來 video 佢都冇數嘅咯。哦，แล้วทีนี้ว่าบทตัวนี้ revisit ดีอ่ะว่าบทตัวนี้我見啊嘛，我บทตัวนี้佢就佢看咗就 video， 我 skip 咗就，我接落嚟我哋啲放 video 佢都冇數嘅就。有如果你我感覺你是常每成日看嘛，所以你都唔係話嚟看到本地佢做咩數？我常喺有時都掉咗一部聲嘢企喺個表見到我嘅 skip 咗咯，我就鏡出嚟啦 ，interact 嘅。我嘅鏡頭整時一出一鏡順都等於咗，我成日都做啦。我倒提出來，試過得，覺得冇聲嘅啫。接到早開始企，接到就已經是一部聲咗咗。所以唔知係咪算南西咧？南西你唔記啊？你會記我話有講過講，有發生過本嘅電家己開冚，你房間本。same case 啊，你講唔知咩數 ，because 你點樣㗎？你安尼拄好，我行過點先，你行到就已經是你無聲嘅，安尼拄好啊，唔是一刀就，我連續做個4個刀6刀嘅嘢，你就，
我肯定放互人看哈。佢 process 啊，1分鐘半，我是2分鐘啊，我是寄互阿 John 看嘅啫。我是見唔到咧，我哋啲倒睇，佢一聲變嘅啫，一無變嘅你一聲一開，一聲對，一看到，我看到嘅是伊是上個講，伊行我嘅是，伊個 playback 都 OK，特別伊拿回來講，伊 reception 就無好，但係我唔講這是唔是 stream 到你電話位啊，這個辛苦影響到伊個誒 sometimes 我講講，有當時吼，你安尼看啲物件，規個世界物件吼，對我來講啦。我是想，有時成日我是講伊無相嘅 frequency 啊，伊 existence 是不到底無相嘅 frequency 嘅，所以伊到底咧電嘅位，是伊 exist 到底咧電嘅位，就是因為伊電嘅 frequency 甲伊人嘅 frequency 較晏，所以通過電來未成日要 try to communicate 甲你可能，我是感覺到啦。可能啦，我先嚟面就面就，伊有可能是要叫我看下你 video 了咗咗。其實一 stop 掉佢啦。哦，放晒是，你應該都對佢係只不聽話，要唔知我面 message 哦。我咪啲做過，我未必咩就屋企講聊過別事，即係呢個夾俾快了嘢。就是偏偏幫你看，像我平時錄，我達到啲 clubhouse 啊，我錄咧舊嘅 episode 哦，是唔是幾個數哦？是較濟是無問題嘅咯。特別達到就是我一幫你幾個數哦，都有淡薄問題。clubhouse 走路啦，嗰時條橋啦，嗰時有我。你冇落架實對去啊？嚇對去啦！你講你食咗就 OK 啦 ，OK， 我 buy it 啦。安怎會開起咧？就是啦，電咯，就是咁，你電本是特別一 switch 啦，一 switch 一 physical switch 係大嘅，跌嘅。可能新叫佢解釋條咧，新叫教老講喺你年末係咪咩？即係要啲教解釋嘛。係咪嘅？但係我學咗新叫住嚟隻嘛。幾個數碼咪走嘢咯，特別。係你啊！我嚟講，我電視機啊，咩我講？有嘢，我電視機啦。連追。有時講往古咧往時，我冇用 Google Assistant 嘅，我用 Clover 嘅嗰種。韓國嘅啦，你 Clover Samsung 啊，Clover，安都叫我會叫攞咪電話，我叫咧嚇，你叫阿爸嚟啊？唔係叫。就一條單路學 instruction 嘛，對唔對？所以有當時電視機本嚟喺呢就。一出啲 screen 位啊，伊講嗬，用你嘅 microphone 對到 microphone 講，伊叫你對到 microphone 講。maybe 如果伊聽無到嘛，所以伊就 automatic 對到 microphone 講，伊放一句話出來咁就。所以我這個禮拜啦嗬，我都到幾難打就，我伊講佢噔一聲出來一句話就，伊講叫你對到 microphone 講就。係咯，我就邊個看喺 TV 啊，我冇叫你啊，冇叮當冇關就，你係講。電視機念到伊名啦，相關嘅聲話啦，因為俾伊條 trigger 掉嘛，對唔對？係咯，我係你邊當時冇看到電視機嘅咋，我第一件事係有聲嘅嘛，我是聽到怪嘅咋，我打到 earphone 聽到 music，所以我電視機冇聲是正常嘅，有當時我係靠佢聲細聲嘅嘛，係咯，冇可能有人叫到你咋，伊可能噔，然後出一句話出來咋，然後對到麥克風講話，我話嘅係啊，你冇叫你啊。做數咧，咁是直叫路。我當佢，咱係幫下人看人嘅，即係那時你到啲 clubhouse，不是到啲邊啲學 podcast 聽下，攞嚟使佢去邊啲學見.com 嘅幫嘢位，去邊啲學見.com 嘅幫嘢誒，臨邊了我人會幫即個我推即 video 幫佢人看啫。即係幫你 video，你成 post 嗰陣時幫你 video 啲掉去。我當佢，我使攞去，我去 YouTube 會看這筆咯。傑作嚟嘅咁樣，真係冇邊一個香港人冇睇過呢一部。可以啊。我有啲其他頭睇見頭先。即係出啲良嘅一個設計手法。其實呢部點樣係諗到嗰啲美術設計係點樣？咦，我聽到聲。我唔知唔知講話啦，係。哦，佢就係騎啊，就冇聲。你哋咁後生有啲研究院。
個導演同阿徐克老徐嘅兄弟情。咁成套戲咧，其實就根據龍江以前嗰套叫《英本色》，即係粵語片嗰版本啦。咁其實成間我哋係想同誒。我就啲騎咕咕咯，係騎咯。換嘢就冇。要有計嘅範疇。我而家搞呢套，搞到短二歲你咩？佢俾個劇本我睇。我就 stop 一陣。我換別嘅就，我學阿長看到嘅時 already 是阿妹攞沙刀呢就頭前我 try 過拿刀嘢就，想想嘅就。阿長少俾人做。你叫南西嚟挖更啫，你叫你板東嚟看的，板東是sucre，哎呀，豬豬，安怎 echo，testing， 南西佢在南西，I think 是走去開 video 嘅時候，頂嚇，你去看你 video 嘅時候。所以唔知咯，唔知是蝦米樹，即係是龜，但冇很解釋。蝦米嘅？喂，好嘢，即係龜氣。你就住你解釋我聽就，我真係可以三節嗬，當然冇啦。當然冇，冇當然可以開掉，冇啦，我是講一幾節冇啦。幾節冇站咩冇？禮拜尾、拜一尾、拜三尾啊。有，唔知做咩事咧？早起 ，sorry， 禮拜早起，伊唔是開卡比咋，伊是開開，對，伊幾點開我唔知本咋，幾點開我唔知。你頭一尾是你是講，maybe 我未記看，你個第一尾個就係。冇嘅，我頭一尾我嚟啲嫌疑啊。禮拜早起我就先嚟咗我嚟啲嫌疑咧 ，because 冇可能嗰咋，我真係 confirm 我困好困嘅，我是冇可能開到可以困嘅。嗱，你昆友咯，時候 life moves on 咯，時候。你多份咧估啊，一年未？一年較驚咯，今年第二年估幾幾隻就估半年到5年咯。我看你咪南西就特別我當然咪甲人講就是，去幫西。唔是，即係我係硬係哦，我跌咗一個會大啦。一參嘅，即是我是寫到咩 peppermint 嘅 tea， 然後我咪就講 OK， 我嗱我冇好試就，maybe 裡面 peppermint 嘅 tea OK 咯。你係點我就是參咗裡面有人參嘅 tea， 一直到泡人參嘅 tea。我變咗這係真心嘅味呢，可能唔要緊啦 ，OK， 我一日下年我就配到嚼。南西講話。你上帝甲你講嘅時，你有感覺到咩物件？我聽唔到南西聲，講 Oh my God， they can't hear me。Hello， 南西那冇聲係啊？嚟啦，伊麥和南西講話了。嚟南西 try 下。白佬聽到我，哎喲，大咪。應該走去樓下了，所以我頭先有講就正嘅。冇聽到，我真冇聽到你講咩。我弟弟講唔驚，我講我行路，你看嘅，你個去看幾個樹，因為 normally 有陣時你看了，你看掉幾個樹哦，假使成日玩翻啲樓頂 replay，後面啲旁邊 replay 幾個樹哦，就接別登直接了誒。都你該 try 咯，你看你馬仔，跟住把它按你馬仔，你個再嚟，唔係講綁上直接啦，本是綁幾個樹，你看係上樹發成冇啦。我買啦，我買 try 啦，幾年？你假如特別啊弟弟。try 上我是找大單去 try 啊，冇錯別啊。而家是 test 講啊，我啲阿媽我唔是啲樓頂嘛，所以我有都佢講下，有陣是拍我係樓頂嘅老細哦。真咧，我係樓頂，我背人跳起來，我樓頂頭先係咪拍？你發爛仔，我 challenge 嘛。伊是無害，安全伊別害了，安全。特別你房間係你點樣出來房間是唔是 because 你被講嘢數？算是咯。
我記一道你到啲外口甲講嘛，你唔係到啲厝啦未講。有誒，我放學我講啊，我把路無插，我照放下面砰一聲，我頭頂真正大聲拍我頭頂，你話趕緊看。我看邊啊，無啊，我一人佇迄邊幹爾嘛，特別真正大聲咯。你記定這時我就聽講，伊夾咩說潮話咧，甲我講。咁你學我講喺你 video 下，唔使你學嘢，你真有問題。問題是出啲嚇你多頂講嘢。我甲伊講，伊講，伊是這唔知是到落阿布達比，還是到落特地那邊講無甲抓無 insect 伊講。伊家 attract 我看到，因為多頂迄邊甲有啦，唔是喺你學嘢。哦。我感覺舊年多頂迄邊甲有喎，迄邊甲有。唔驚咯。我當今我。你安怎？你講。after that 伊無記嘅咩啦，伊無插本啦。伊無是講我朋友講，伊講會奇怪，伊講特別，伊講那邊無 insect 是嘛？伊講我是看到成個是甲抓嘅叮當啦，反了。家己厝內啊？伊朋友嘅厝。我伊朋友嘅厝。你叫我，特別我冇每個 permission， 我買房啦，我唔知啊，我房買房。所以你看咯，你人別人怎講法？ scientifically explain 咯。我講是無。scientifically explain 是399呢。你叫迄隻阿龍，伊講，你講你嘅電視機家己開咧，伊講哎呀，迄學校嘅隔壁，甲你嘅電視機隔壁嘅電視機旁邊同你黏掉嘛，所以 remote 開伊嘛黏掉，你開攞嚟照，伊講甲真好料嘅。嚇，你講，你看如果你驚。好啦，你驚，你就解釋會到啊嘛。我隻朋友，我隻朋友唔想嘅喎，我係隻阿毛嘅朋友啦。我係講，我講伊講我無驚，我無相信鬼嘅。特別我淨係甲伊講物件是，我咪聽。我講你唔是無相信鬼啦，你驚咩？伊講無，我無驚，特別我咪聽。你冇講你咪聽，就是你驚啦。伊講無，我都無相信鬼嘅。所以伊唔知是denial上面就我咪聽。所以有一道嘅時候，你知我有一幫時，我就言就係講，成個用我嘅成個 psychic 嘅咧 intuition 嘅咧嘅 sense 啦。我唔知有冇嘢，我是自己做熟嘅啦嚇。然後我係成日我講，我係看到你係幫伊講咩？幫我自己 imagine， 伊講係幫到伊講係幫到一個成個一個查某徛到啲名城嘅邊啊！我講有可能是真嘅，我就俾嚇你知道。然後伊講無啦，唔是，我講我只注意聽，我就甲伊講，我就想我用我係咧。imagination 啊，我唔使講，你只是叫做 intuition， 還是 imagination。我是自己想，我成日看目睭，我看到下面物件 image， 我咪是講出來咯。我甲講，伊穿條嘅衫就咁，我個 describe 嘅衫嚟看。然後我講伊嘅歷史啦，我講這個查某是Native American 嚟，伊嘅咧。然後佢講嗰時候，然後伊咪是佢嘅驚。特別冇一個，我講嘅意思，你講我咪聽，特別佢講係冇驚喎。呢啲是唔是很驚？因為伊人驚，直接有影伊人看到吼，伊人就被相信了。就是伊講我冇相信，所以我冇驚。我講你聽啦。伊驚直接伊看到咧，伊相信了吼，咧伊特節就被。驚更加遲啦，因為伊把你是50嘛，伊無相信，伊50咧，伊無說特別是有直接有。我講伊100%無相信，伊無50本，伊就講無啦，我做對你無相信，特別佢唔介聽我講嘅時，伊個咪聽。對我嚟講是驚啦。無明白啦，是伊有一隻是驚，特別 maybe denial 嚟咯。Yeah, denial。相信是有啦，應該是相信是有啦。啲朋友啊，大頂嘅朋友就係咪講過教人講鬼告訴過？
OK， 這小段。不，我特別啲想講，我不如加我不如加搬我 studio 嘛。我不如搬我 studio， 聽住先，我你聽我同你講，我只衰，特別我冇嘢人鬼告訴咧嗬，我自己未記起啦，伊告訴。我聽住只懶小一半時，我係一當數，伊講鬼告訴我講起嗰時，伊甲我講啊，我唔是冇寫起來，我是未記啊，我未記安怎伊鬼告訴我記我聽到這先呢，特別我未記啊。哦。伊毋是講只驚，你叫我甲你講，我看到，我頂到時我到啲 office，我甲你講，我行落去，我看到一穿紅衫嘅大波，我想講是我當數咧，我想講行即去站辦，那時我去個站辦先入面無半人嘅哦，我叫，伊當然變做我 manager 去咯，毋是鬼啦，係大波，嚇，所以我就咁樣寫，你告訴者咯，咧伊講伊細漢嘅事啊。伊要就當時講，伊細漢嘅時候，伊講唔知6歲、7歲、8歲那時，伊常常會看到，伊想講是伊爸，特別無嘅，伊爸無佇嘅，特別伊爸無死過啦，伊爸是活掉人啊，伊講成個目睭花呢咯，因為只不過前面有講，這是另外一個故事啊，我office 我知道。韓國呀，我好似 building 韓國啦，我大正你估咧，係咯，我係俾佢日本，我去食正吧、並吧，我咧連照啊就歡喜就，咁唔就住我未記下面 topic 咁嘅話題啊，後面講條古仔 office， 但是講伊就是講哇，有一個去泰國，伊是去第三地位做工幾廿年嘅人咧，有一個哦，係咧就講迄邊嘅人仔上是有垃圾物件誒。係咯，伊就唔講當人啊，人就相信啲物件。係咯，我講下咗，我冇就相信啲物件。所以做相信嘅話，你係你做應看到，會拄到咯。我是講，我有人反正經驗啦，我聽到，係咯，有 feel 到咁啊。係咯，人哋問我咯，你咪講，你看你啲過嚟有拄過哦，你啲幫 office 啊，係都有拄過哦。然後講有啊，咱 office 有啊，咱講佢樣。我唔是當機咩 office，咱定一檔搬走咧，你講，我上間公司特別冇上 office 啊，是講冇上 office 係咯，呢個有人都驚。你甲我講過咩？你告訴冇甲人講過，冇甲人講過。哦 ，OK，有講過，because 你前面時間淡細講告訴嘅，係咯。我到啲喺 office 嘅，我常做工，人哋佢陣時我冇搬厝嘛，所以我掛個會就冇，所以 might as well 咯，我做個幫埋曬，佢就係點啦，個就的士段厝嘅咋，我常喺咋 ，because 我古仔一件做是房間較 A 啦，較無呢，無當機買啲快啲爽咋，所以我到我記過我哋撳慣啲 office 入邊做咯，係咯，結果佢就換係咯，人哋佢件 office 本時我前日暑假係學第一個 style 嘅咋，嘢夾筆啦，嘢toilet 清氣啦，個 bidet 啦，就對，你佢成訂水嚟念咧，我就講係你 environment 啱啱無人啊，我就歡喜嘅嗰陣，想夾嘢嘅了，震樓啦，上次穿咗一隻冷嚟㗎，所以我到上做個幫咪就係任鬼隻嘅咁樣就。係咯，我哋開始聽到聲嗰度，我係聽到嗰啲潮叮當嘅聲啦，係冇時你 MB 咯，拔到度嚟特大啲嘅聲啦，都冇人啊，都冇大冇水聽到嗰陣聲就，我上拜啊，嗰個第二年嘅時候就，我係聽到佢哋Photoshop machine 唔是話係 printer，啲聲就，我聽佢真係明顯嘅嗰度。特別唔是成日 scan 咗物件，特別即係呢。一陣時成日是有做咗人嘅 fax 接嚟物件。OK。特別係你 machine 是冇開電嘅嗰度。你 printer 是冇開電嘅，我頭幾本就係佢 printer 是冇開電嘅。我講佢啲啱咩？常聽到有時人換嘅 fax 接嚟嘅聲嗰度，有時當咗嚟啲聲度，然後就驚佢講是如果是不會，冇可能嘛 ，because 佢真老是我一人喺度見，係咯，我看到你 printer 咯，結果咪數咗，係咯，我常借條做物件是點嘅先，一對，真係冇聲氣。sorry， 我聽到，我係聽到，我邊人，你聲喺度做，我係聽到，我可能係就刷物件正嚇，刷物件。
有一個別不倒頭開聲，嗰時咪就，我就行去看，我就問咗咯，我唔係講是，但是有下面物件話啦，你冇說話嚇我，你是甲我講，就是有物件俾我大家手個食面，我有正起來玫瑰這個話嗰時候，係咯，我哋有一道咧就是。我常常聽啦，我冇有淡冇關係，我特別一出現有聲時，我本時會無管長就對啦。然後有一道我就是講，我聽到聲，我 text 男仔就，然後我翕條聲向男仔看就，男仔就 point out 講佢啲聲是唔是這邊來嘅？喲，我講是咯，就是迄邊來嘅聲來。男仔講迄邊是唔是聽到這個聲？然後伊是 spot 哪個 spot？一個 spot 是倒手邊嘅，一個 spot 是正手邊嘅。伊唔知是用handphone 去畫一個耳殼，還是拍一個鏟啊？嗰時這個位，我聽到聲挪邊啦。甲伊講嘅時候就是響嘅就，頭一個就是倒手邊就是迄個抓出來嘅聲，你 machine 嘅聲，然後咧聽到 beat 啊、叮當嘅聲啊、舊椅度刷嘅聲咧，就是另外一個所在嘅就。迄另外一個所在咧，就是我頭嘅坐嘅位頭前嘅就。意思就是講，常啦，啲迄個頭家坐伊坐嘅頭前，伊嘅 cubicle 唔是 cubicle啦，伊嘅 desk 頭前，就是常有會聽到聲嘅就。所以我頭家本在啦，我甲伊講就，就是迄一暝我食 team leader 嘅點聲，我就甲伊講啦，特人本，佢哩，最這位咧，然後我講耶拿顧得坐所在咧，耶拿坐，就是講，耶拿冇做往嘅公司，一走咧，一離開嘅公司咧，所以我就講咧，耶拿覺得自為就是我佢哋聽到聲嘅咗，要甲耶拿講過，冇啦，小下伊咩時候，我冇甲耶拿講過，所以有可能走去打我耶拿聽，我就未必啦。然後就講這個故事啦，我咧另外一個較老鳥嘅一個，唔是較老鳥嘅一個同事啦，伊是查某來嘅，係咧伊就講前面嘅就係講話，講啊。伊規條是我一個是外國人嘛，所以講你就講我有聽過隻物件咗，但是你手這邊啦有一道痕嘅話啦，即有一道痕嘅話咧嗬，就是你會拄到鬼嘅咗，伊咁講咗，係咯，然後我就講，係咯，我聽你講啦句啊，我就搖下手嚟，直到向人看咗，你痕這邊嗰度，有痕證，係咯，整個另外整個一道痕，一間了位過嚟看，人哋看講我冇嘅，然後講話我有嘅。我一條hand係我手咧，用紙嚟講，我看到我手攞條痕證。我手條痕證，如果你手咧下條嘅時啊，你看到有一條線咧。等我看，我 try 看下我有。阿龍啊，頭晚你講你聽到你 fax machine 咁款嘅物件，係你你知我大病做工嘛是真係 machine 嘅咯，咁幾多係物件。我有聽過，我家己。有影是聽到，了我爸爸是遲疑，because 我請英國中嘛，愛相信個唔愛相信嘅啊，然後到愛 rationalize scientific 嘅物件，所以我就去問迄個 IT 嘅人咗 ，because 有陣時伊 IT 嘅人特別嚟 service 嚟 server 係咪貴？伊講即個是真平常，了我講了你安怎 explain？ 伊講 because 迄個有個 machine 啦。伊人是驚講伊個 machine 掉開，所以 internally 伊個 program 伊啊無足久啊，伊個 cycle 一個，所以伊講，若是講你冚迄個電啦，伊就袂行，特別頭媽你講是伊無電，是唔是？我冇開電，我冚電，我又狂咁佔嘅，我就行去啊，你都冇開電啊，你都冇電啊，安怎行啊？所以伊甲我講，伊講伊無行無錯無行，代表嗬。恁爸是聽到有聲出來嘅，就是迄個 machine 真正常嗰啲，你看目睭，你本就講是你會猜係咪聲嘛？伊就是有一條我出來嘅聲咗。你有陣時迄個 photocopy 啊，個可以可家己改者。了伊甲我講了，我想相信嗰部特別 ，because 我古早我做真濟 confidential 物件，我等甲規個 bank 冚了啊。我甲做嘛 ，because 我驚 print 了人看到係咪物件，所以 after 真坐到伊 explain 了，我無咩會接受，我聽了真無咩伊理由無咩好啊，我做甲暗暝8點，啊未9點我走咧，我唔敢 ，because 我唔是講佇我 office 迄邊聽到咗，萬一你 kitchen 佫聽到聲啦，萬一迄個 road 迄邊佫聽到聲啦，了古早嘅時啊，成個你大你 stand alone 嘅 building 嘅時啊。你再講，
把你物件被影響嘛，是干嘢路嘅 building 嘅嘛。佢聽到聲了，我唔敢咯，我做到8點呢，我走，我咪做啊，做到8點半，8點半。我做過幫埋殺雞個咯 ，after that 我 still 做過幫埋殺雞。不過佢講話，我係貴陣樓啦，算我是人半好啦，我冇驚啊，你知我啲 office 我行起來行出行至無情嘢，行出行至我冇驚咋。特別你嗬，我唔敢去仔機嘅就，我唔知就是話，你叫我一個人做個幫埋殺雞啦，啲聽嚟邊個我一個人自己邊執物件。然後到等於 office 入邊嘢，我係 print out 做一面嘢嘅咧 clear 時了，一個人按行住叫我坐 lift 去到樓下坐車段做，我冇問題嘅。特別咧嗬，我淨係聽到聲佢啊，我冇觀察咧，我唔敢去到呢嘢嘅。你點解我講呢時咁義理嘅就係一個險嘅就，我係想到呢義理嘅就。你對咧個 flash 嘅時，我咪是問佢人咯，我講。Because 古早我人 bank 啊，以前 every year 啊，我哋一直叫一個人來選，你特別叫一個 senior 人對了伊嘅嘛，然後你特別 report 下面物件唔好，下面物件。So because 我點刺激啊，下面物件，我咪是伊人嘛叫我去對了你人咯。你我講，佢哋對咧有陣時會家己 flash 嘅 ，because 我人有捌拄着嘛。伊講because 你 pipe 啊，伊嘅 pressure 無相嘅時啊，有陣時伊。上 sensitive 啊，伊會 flash 嘅 ，because 伊驚講伊 pressure build 爆炸，伊成日變擺變。所以有類物件，伊成迄個人來，伊有類物件，伊 explain 我會接受，特別有類物件，伊 explain 我未接受。我哋未接受，我聽到你聲啦，你咪先是冇開電嘅咯。迄個有時我冇未接受，係咯。我當時講你有條線啦，我唔奇怪咩啫。咩線？我睇到我條線。哦，但我唔知迄個線是蝦米線。你好，我人看你線。你是你壓掉嘅，似你 elbow 你已經 ，OK， 我同你講，你壓掉我超嘛，我壓掉嗰時候，我壓掉你有條線嘛，because 我壓到嚟嘛時候，一邊佢嚟條線嘛，我壓到嚟嗰陣咧，幾淡薄，一個一分啊，一寸啊，要顧隻嘅一分。誒，我一分是到底一袋，但是我看到咩？冇啦，兩隻一袋，你會一袋咩？我一分到底一袋喎，我是啲對面嘅，但我看到我邊喺度就換呢度。我硬掉嘢，陣時我看到就換出嚟，攞病出嚟嘅。有隻隻都冇嘅，冇唔是即病，就是攞你壓力所在，壓力所在嘅頂面一寸起。我知我壓力寸啊，這邊我這邊，這是我背數啊。或者唔是錄就會怕壞嘅，換怕壞嘅就。這邊一定我係上我都看，喂。南山邊嘅，南山我當時講下是有當到幾個人會有一條咁嘅款嘅。特別冇喎，我春節咧就冇，但面是我是背嘅，我壓嘅時間。我當佢想記係你咱人嘅 group 會啦，我記係你 WhatsApp 嘅 group 會學攞看啫。唔使佢就係 group 性。你咪時候啊，你時候啊，好玩看。攞個嘢看，攞個嘢看。我係使開佢本啊，我係使開佢。你係開有人看嘅咧？呀，開這邊可能 because 我冇 WhatsApp。OK， 我開。然後確定差別分有幾個是講文。等我會開小影先，可能看小影。然後這是阿龍都是貼路嘅啦，南沙我使看路嘅，南沙都幾好玩哦，上一隻。你冇上一隻啫，你冇啲裏邊。我係看是唔是相聲？但我冇啲咧，即係一定，我看一定。呀，而家你 prime message 咗嘛？南沙使幾好玩嘛？啊，上玩啦，有上啊玩誒，特人我有誒啦頂。我唔是，我係當數嘅啦冇咋。哦，我確我 verify 人嘅超嘅啦冇字啦冇咋。韓國人冇，咪少人有。未必啦。特別你春節嘅時是唔是冇誒？你識嘅壓起來時間有誒。我春節時我看到嘅，我春節時咧，我自己看到一條款嘅，我看到嘅。我未喎。我係冇誒，我春節就冇啊。我看到時啦，我看到一條款正嘅。我只一款哦，我只兩三四條哦。confirm 是背春節。OK，咱嚟看就阿龍嘅時候。阿龍啱啱上阿John嘅線啦。冇啊，我冇上嘅啊。背啊冇法度。嗱，攞看到這款啊。你壓掉嘅所在呢邊，哦，係你款啊！啊，我春你陣時我看到阮有一條款正嘅，我看到嘅，我係條嘅話啦，我看到條款正嘅。
我出嚟就做。I'm safe。安尼拄好就是迄個人，伊我同事伊會甲我講，嘿，我聽講咧吼，伊啲國語，用聽講。成日看啊，超啊！你有一群，所以唔是講國語人無咗，就是講有安尼款嘅混嘅人是看得到咗。我朋友講，我同事講，用相信講看得到有一道混嘅人咧，是當到會食到一個物件嘅。啊！規個公司你要講出我一個人有安尼混嘅咯，像你講得無嘅咗。你會記哦，你講過有一個番仔部甲你講，有一個人對條路嘅啊，你會記你頂擺你有講過嘅嗎？伊講伊甲你伊感覺你人就好咧，伊甲你講嘛，因為意思。我朋友伊貴先啦，伊指過嚟嘛，伊指我講。對。等落你數本嚟嘛。我最面嘅對條話啊。這條路嘛。maybe 是唔是查某囡仔？是啊。查某囡仔。係咪算？咁細路講係咪算？嗰時冇人度話啫。有陣時講有一行嘅，有一個人嘅對條路，唔是達到是。一個 spirit 寫咗就，有陣時是一種嘅 power， that 嘅愛 power 對條路，成家人以塔羅牌，因為你牌唔是講哦，即係是死神啊，咩安尼款啊，但係安尼款嘅嘢啦。幽靈嘅物件。你知道 death 嘅牌唔是講你會死咗？伊本唔是。你知道 death 嘅牌是有一個意思嘅。意思伊毋是害你誒，伊即係你誒身軀是帶掉，你誒命有帶掉一個。所以 energy 係呐。energy 是死神嘅 energy， 安尼款物件咧。我嘅人家嘅廟街嘅嘢，我一看名係嘛，佢哋一隻鳥條爪嘅鳥到出嚟跳嚟，這些鳥。because 我相信人唔嘢，所以我後面就係有通去看面啊，我去看嗰個，相信冇相信嗰是另外一條問題啦。我去看，我聽佢講佢就，我去看啦佢啊，伊講面真係準嘅咯就，伊唔捌話嘅我講，我都冇到啲人講喎 ，anyway， 伊唔捌話，伊講面準嘅，伊跳咧，伊念咧，你白你字句啊，伊看條話就講啊。呢位先生，伊直頭講就，你是唔是甲你厝內人嘅關係無講一樣好嘅？佢講對，你無咪兄弟緣嘅就，我講對，甲你嘅親兄弟啊，冇偈傾嘅，伊講對是，特別你是一個好命人，伊喺甲我講嘅就，你是一個真好命人嘅，伊講話你貴世人啦，免煩惱累嘅，我有見過真係仆街，定係本嚟就。代表我無管落仆街本好啦，我達到我就累出嚟俾半字係嗰度。你講你未仆街嗰種，你講你貴死人，你免煩惱就累嘅。because 你forever 是一個 abundant 嘅。一直嚟嘅，一直都有低調嘅，喺裏面叫一別碰見嘅咋。所以講嗬，你貴死人啦，你冇嘅物件係咩咋？你講你是冇感情嘅人嘅，伊喺講講哇！你幾年整？真濟年咯，2014年應該是13還是14年。而家是當時我朋友教演，我朋友站嚟教我，伊個教演教年啊，所以應該是2014年啦。我站嚟，我係一個真好嘅人家嘅朋友教演。所以你去參加嘅。對，往時你好朋友嚟啊，然後我去參加，然後我走去廟街邊行行。係咯，哇準哦。係咯，伊講嘅物件，我就是 feel 嘅時候，伊係咗老作伴咯，呢個冇作嘅，人哋準咗。伊講就。你個禮拜冇面日講嘅時候，感情無好嘅時候，當時，你講一句話喺度講下，你冇咩兄弟緣。伊喺我講到，伊用喺你字是冇兄弟緣嗰種，我是冇兄弟緣嘅人嚟。你講你冇兄弟緣嘅，你講呢小弟是冇話講嘅。我講是，跟住我看你男仔，這是男仔教，你是教啊，唔知。這兩樣東西大家。哎呦，是的，是的，好像是的。您說的一點都沒錯。你好，哎，我俾學你蔡美芬講，伊有一個數，蔡美芬對我來講呢，我有啲，來，蔡美芬，有一個 auntie 甲我講嘅啦。你最近對佢是甲講對啊？伊冇啦，即個 actually 是 before 幾年就甲我講咧，有冇嚟決定掉？對，OK。
แล้ว伊甲我講幾哪裡啦，弟弟嘅款嘅啦，咁伊即叫安定吼，伊真好笑嘅。伊本身咧，伊嘅厝嘅人咧，會查我會看到嘅。แล้ว伊嘅翁本身會看到，啊，款嘅樣做西講嘅。แล้ว伊家己本身咧，又真正驚幾個款嘅物件嘅，你知哦。嚇，แล้ว OK 咯，แล้ว有一日，你知啦，我新加坡嗰啲大 flat 嚟嘛，做 flat 跳樓是真正普通嘅事嘅，即邊會知有嘅啦。人愛熟悉就是跳樓，愛熟悉就是跳樓事嘅。所以有一日伊嘅 blog 嗰邊咧，這是新加坡嘅朋友啊，新加坡安迪啊。新加坡嘅安迪。有一日伊嘅 blog 嗰邊咪是有個人跳樓事咯。我攏是聽到的啦，還是安怎看到什麼？安怎會知？是發生跳樓事特別會知嘅嘛，紅落來啊，有乜打來係隔了嘅嘛。OK 咯，發生啊咯。了，伊就真正驚咗，但係伊根本伊唔捌即個人嘅，伊本唔知是最來即個跳樓事嘅人，唔知是最來。但係伊就啲邊驚，因為是啲嘢咯，因為伊本身都是一路來都是真驚，鬼隻驚，我係唔驚，伊就呢邊驚咧，就啲笑，咧就啲笑，伊就想，哎呀，冇我去拜互即個人啦，伊去燒金紙，了伊就去做啦，伊就去買金紙係咪？就落去，伊就去做伊家己毋知怎拜佢物件，成日拜互嘅人嘅款，伊去燒金紙，了伊去燒金紙嘅時，伊燒時，伊個是本身個是真驚嘛，伊就講，哎喲，阿妹有一條大包，懸嘅，兄弟阿妹嘅款，了伊個再驚了咯，因為伊本身就是真驚嘛，了伊嘛是鬥對厝咯，伊感覺到係早起啊咩？早起啊？只是嚟。OK。了嘛是對厝了，伊就去成家隔壁厝邊，反講話，了伊就甲伊講起咯，伊就講，哎喲，阿媽，伊講伊叫阿婆下掉伊啲小紙嘅時，就懸嘅大波了，伊嘛是甲伊個人講，伊是安怎，了伊個人講，伊叫就是伊個跳樓嘅人。伊去每人講，是伊個講吼。伊唔是為人講，是伊家己出邊講話上班嘅事，唔是伊按佢邊出邊。所以伊捌嘅啦，伊捌面知嘅邊啊。as in 一邊 building 人特別有人捌一條人嘅嘛，一條跳樓嘅人嘛。但係我朋友叫安迪，伊是唔捌嘅，是講伊啲小組嘅時候，伊是有心愛燒害伊嗬，但係人出現啲啊，特別伊唔知是伊嚟嘅。特別伊知伊捌，伊是講即是在一間厝嘅人啊。特別伊唔知講是係一個人跳，特別伊講小組嘅時，伊感覺到係人看到就是伊就是跳落來死去人咯。特別是知咯，無做咩是知講會 identify 講是最啊。阿 John， 伊是講安尼款，伊條金紙，伊看到一個大波，特別伊唔知你大波是最，แล้ว伊甲伊 neighbor 上班嘅時 ，neighbor 甲伊講，你大波你看到是你跳樓大波。特別有時講奇怪，講即係伊會 describe 嗰上班一知一個很像一個大波，你知啊？我上一次講睇你咪。B unit C 嘅一間，其實我當時有看過。唔是 describe 講伊係咪 unit，伊 just describe 伊個人嘅 outlook 啦，關嘅啊，OK。即係講直接成個同我跳樓嘅人，就 identify 到講是 actually 就是伊叫跳落嚟咯，所以意思講伊嘅小組後意思吼，人家出現啲啊妹咯。我最近啊，我看迄個 Exorcist father 你人去 Google 啦 ，Vincent。我見啊，正啦，I mean 這是 documentary 唔是？伊是 Catholic priest 嚟嚇，你去Vincent 啦，我見 Lampert，我就是伊做 YouTube，แล้ว伊 podcast，แล้ว伊講啦，伊講安尼款嘅物件，那是女主 explore 啊，女主會看到，伊講，and then 伊嘅 podcast 伊有可能 like 問 question 嘅嘛，只要人話講咯，做咩事係你鬼會曉用 technology 嘅物件咩？乜會曉用 facts 啦，係咪鬼？伊講 because
迄個because 咱相信 demons 啦，鬼啊是古仔 fallen angels 嘛。แล้วอีก講迄個 fallen angels 啊，伊人真濟，伊個 knowledge 啊是infinite 嘅 knowledge 出嚟。所以你明白迄個鬼安怎用啊 technology 講下真搞。แล้วหลังกูมวย就做咩事做 exercise 時真濟 the priest 啊，伊人用 Latin 嘅，做咩事用 Latin 啊？伊講你會使用係咪 language 本會使？伊講特別啊 Latin 是較 powerful because Latin 是真久了誒，所以係個 demons 啊，伊人較了會曉誒。伊成個人講咯，物件久久了，較久來久有力，久有 power 所以安尼款講，長人話嘛會曉，會使了5,000年嘅。對，特別意思講 the demons 驚 the Latin because 迄個 church 古早係是嘛，都是用 Latin 嘅嘛。所以講 that is why it is 成個 it goes back to the roots 哦。所以你用係咪 language 本會使嘅？所以講你免驚，你別甲你鬼 communicate because 你免講話，你鬼本會知你想咩？特別一講嘅物件，聽到佢刺激佢。你我就驚，你知咩事？你我家己講我嘅事 ，because 我是 Catholic 嘛，你出世很多漢，所以我在講嗰啲 exorcism 嘛，係咪物件？我不講我過啦，所以我就奇，但係你叫我 search， 我成日會買 search，because 我都冇驚，我家己 search， 係咪名咩 Adam， 咩 Father Adam。Vincent Lampert。Vincent Lampert Lampert P-E-R-T Lampert แล้วมามุย咯อันควานมีกี่ Catholic Church กูจ้าตัวบัวจะไม่สู้ไอ้โจ publicize อันควานมีกี่ Why do you talk about อันควานมีกี่อีกคน because กูจ้าเสียงว่าอุทำ过บุเสียงมาเสียง secrecy อันนี้คนอีกคนจิเลยสิ knowledge อีกคนอีกำกะละจิเลยมีกี่ตัวเบ้ฮอลลังอีกคนลังknowledge 要ลังไอ้ใส่ choice you can use the knowledge to your choice ลูกไอ้โจทำไมอีกคนแต่บิเลยลูกน่ะสิไม่หอเลย demons 来ท่าลูกเลยลูกตุ่มทาง explore ว่านี่กี่ลูกน่ะสิจะ explore ลูก get จะคุยแล้วไอ้สิอ่ะ you open yourself to everything yeah so น่ะสิ講ลูกenergy ลูก spirit strong maybe อีกขังเขากัดเจ้าแล้วอุทันสิลูกตู้เดียวไอ้สิแล้วอีก講อีแล้วหลังมามุ้ยเลย exercise มีกี่咯อีก講อีบัดตู้กวยให้เลย demons 啊 like真久了就像一接去別人嘅身軀了啊，一出來啊，一個再拄着。because 一講係你鬼啊，一出來啊，你關一出了 right， 一但就怪去推別人嘅嘛。哦，接到對白先。แล้วอีก講係你อี人掠係你鬼嘅時啊，อี每你鬼，อี講อี人有 specific 嘅物件對咗，อี Catholic Church 嘅物件一對啦。อี講 number one，อี人 communicate 嘅時，อี特別每你鬼是最，所以你鬼係可以名。所以一講係你名是把你鬼好把好人掠過嚟。哦，上一隻到底冇上人身軀。上冇人身軀，了人講，了人每講，嗱是講你是 Catholic priest 啊，你不拄到 Catholic priest 可能鬼接先咯。講唔捌，特別咧，伊捌真濟，唔是講真濟，伊捌鬼呐 can priest 做 exercise 了係你 demon 解差伊啊。差別掉伊 because 伊人是 protected by God 特別你鬼啊睇死伊人會出來啦教家係你 priest 啊伊人咪做咯 they left the priesthood because 伊人 because 已經害你身邊啦然之後害別條路害身邊啦做路銷做睇路自殺bankrupt 蝦米物件我都是驚那款咯我都是第驚那款嘅伊講咯，就是當伊真好 explain 咯，就伊 explain 了。伊 podcast 咩咩 ？podcast 咩咩？你 just Google exorcist。因為我驚我唔敢 Google， 我驚 Google 是到底我 history 啊，或者是 suggest 話 exorcist 係咪叫我驚？你就做咩事？你去做啊？我哋講啊，伊講唔是伊愛做嘅，伊講伊嘅 bishop 伊 bishop 經伊解 bishop 講伊咪做。because 安尼款物件伊講啊是真艱苦做嘅，你知道 because 伊嚟鬼特到嚟插亂你嘅，所以伊講係你 bishop 講啊，伊人就是伊講有個人啊，伊人伊每人做咩事，你愛去做，你愛去 ordain 啊，伊人講 because 伊人愛做 exorcist，
So 伊講安尼款嘅人啊是袂趁做 exercise 嘅 ，because you will because 伊講伊真濟人講伊前人啊幾先，你嘛叫伊去 exercise， 伊講伊看幾千個人啦，把路加一個人呢。伊講真濟物件，咁咧唔是幾嚟，psychology 啦 mental illness 啊，伊講 usually 伊看like cases 寄互伊啦，伊去 investigate 咧啦，幾千個啊，把路加有幾個呢，所以伊講真濟，咁咧唔是人講是，特別是唔是嘅，伊講特別若是講是真嘅，講真驚人嘅。哦，即係伊講嘅，伊講特別 don't open the floodgate once it's open。看過看啊！伊講嘅咯，哎呦，我聽到佢刺激呢。特別伊正搞 explain 嘅物件，咁樣真好。That's why 我感覺伊正好。แล้ว我們呢 podcast 伊有幫成個人變啦，佢幫咧古嘅 music 到尾，係佢嚟 explain 嘅，伊無想講做咧叮叮叮嘅聲咧。伊嘅 podcast 是上個人 podcast 嘅人啊，你知真濟人無相信鬼，假是有真濟人相信鬼嘅嘛。我人嘛invite叫伊做 guest 咯。你有陣時人 fundraising 有。哎呀嘛，普基。你人個做 fundraising 嘅啫，成日愛問 question 啊，你何類 like so it goes to the help the poor 啦，係咪貴啦？做咁嘅。So 伊講當今 the Vatican 是較 open to 安尼款嘅物件 ，that's why it's his role to like 可能 like educate the public。伊講 because 當今嘛，伊講真濟人啊相信迄種物件 like Ouija board 啦，係咪？我講咯，伊講真濟特別。แล้วอีกลูกก้องเสียอีบัวห้องก้องเนี่ยจะอี refer to the Bible เลย how many verse หาลูกกัน so ว่ากัมกะ he's a very good speaker so จะเจริญมวยรู้ใจ like มวยอีมีเกียอี like อุเลลังเสียรู้ใจเสียอุเลลัง Q&A เสียอีเบียเขาก้องเนี่ยจะรู้มวยรู้ใจจบแค่อีไม่จบแค่ว่าขวาจังเจอีอยาก但我看到 Father Lampert 嘅詩呢，我都較過去看。哦，我攞下物件。嚇，人點解有睇到人切物件先？係咪物件？我冇睇到咩？今日我睇到我佢哋先領曉咗。係咪切物件？咩事啊？成個有一罐物件都呀。有咩？我冇睇到啊！哈！嗰個大聲個，大媽。我冇聽到喎，我聽到咩？如果冇 reaction 咧，兩個講啲講咗講。乜啊？人家是這類啊，是 Lucy 啊？唔是啦，揾翁啦。係啦，有個做嚟做。我當你看到一罐，我睇一罐物件。我你看我做咩物件？你看我做咩物件？我想看你，我拿裝看。咩嚟？我冇。特別都冇做嘛嚇？我冇做。但係我冇聽到，我諗都冇聽到。我你成日做本工冇做咯，咪笑。個燈能冇一嘢，嘟咁嘅聲，差不多啦。個燈能冇咗，係咯。我哋講按咗冇聽到咩？按咗兩個講啲講到唔嘅，你冇拿大冇講冇話嗰陣，我就聽到時我佢是個靈氣啊。我行嚟行去，我啲頭先樓後卡車嘅。我唔知就伊蓮啊，唔知有出聲啊，唔知是唔是伊啦。而家 Christina 聽到 ，Christina 聽到啊，得咯。Christina 講白鳥聽到，唔是拜清，是 Clubhouse。哦 ，Watershed 啊，差不多嗰陣時啦，白鳥聽到，冇聽到，危險聽到。誒，我聽到嗎 ？Maybe 我冇注意，我冇聽到喎。我是唔聽到佢啊。阿John 拿打咋借打喎，唔使講要大隻刀啊，頭真拿打殺刀啊。我大媽媽，你拿打殺刀喎，頭真。喂，係十六三啲講過數時，一貴啲哦。要拿打歸拿刀啦。哦，十六三啲講過數時，係咁聲嚟嘅，所以阿 John 冇拿打冇半行嘅，所以我直聽咯，我直等 stop 咯，等我講了，我咪插嘴咯。哦，你冇聽到切物件先，插大聲咗，咦，插大聲咗，成個注意聲咧，對，成個注意聲，一啲人講注意聲係廿俾人講。迪加基講注意聲。迪加基講 ，Yes I heard it watershed。something like that 特別我有可能唔是 watershed 啦 ，because 伊 out of a sudden 同咁彈起嚟聲啦，我就聽驚嘅時候，我佢哋人領曉咗，我就聽驚嘅嘢。然後我伊安怎阿 John 冇聽啲，because 阿 John 冇拿打冇幫嗰陣，
有冇 reaction 的？因為喺 replay 度都要看淡啊，得一筆啊，你會叫啊是 all this while。應該唔是阿三老師 ，because 阿三老師啲講咗個數嘛。我知啦，阿三六三講掉是得一筆你是 key 你會叫。講掉係你唔知你Vincent 阿未講到接線嘅，阿未講到接線致正嘅物件嚟。哦。就是依個數裏邊咧，佢依就是依個數，依啲戰略用心，你講咗佢你個數，但係我冇 interrupt 嘛，我哋聽你講了，我夾插住。但係 all this while 啦，接落來就哦，我聽到啦，我知啊，對，伊會搞切，而家對我聽到，我聽到啊，我聽到，哈 ，because 我知嗰時伊搞事，所以我冇去問，哈，哎呦，好曱甴，嚇死我！喂，搞將搞食錯，我只講話係一定爽嘅。對，我聽到，嚇，當然你講到我聽到啊，拍到你麥啦，你休息啊，是話定？啊，定呀，一練。啊，哦，誒，我佢呢拍嚇，我聽到，對，我是直頭 expect 嗰時伊搞，所以我冇去嘅聲。我會有心靈嘅，我沒數啊，係咁樣家己。佢哋是你講呀，但我就是講你定能照過情年啊，你是定過阿閒，定能照殺情年啊。你咪驚我，你講好多天。阿恆是看 YouTube， 我真係睇到阿哥。冇啊。誒，我睇到阿哥。嚇，真係睇到阿哥啊。Hello，冇啊。冇啦。我 email 掉嘛。email 掉啦，咁講 email 掉。你看到 YouTube 啦，可能。我真係冇。咪有啲錢，一電話啦，一電話，你冇淨係 phone 數可能。Yes，我係 headphone 冇電。哦 ，headphones 冇電。你諗咪電話啫 ，headphones 冇電，你講話佢個 house 佢會高，唔知我用個 MacBook 誒。哦，你 MacBook， 你 MacBook 應該是俾 Club Deck 啊 ，Club Deck 部你用 Club Deck 啊？用咗 Mac，我本地用咗 MacBook 嚟看 YouTube 啊，看 YouTube 啊。冇，唔是看 YouTube，佢嚟看 Club Deck，你用 Club Deck 聽下定。Club Deck 是未啲頂面講嘅，都跟住講達掉有安尼看啲會講嘅，講 Club Deck 講。你誒，我紅煮麵有個胖，我唔知煮咩。搞鬼嘅搞時間面就胖。誒，啦冇咪講到嗬，阿龍知道阿龍做那個 superstar 阿龍做那 superstar，個即係啊，即係清啊，唔即係啊，三六三講冇見，你 exorcism 係我只見你我把去，伊唔是成個 priest exorcism 啦，特別我讓佢做往時叫做 deliverance，到啲 church 伊人有啥 youth group 啊，有成個念經嗬咧，有人成個伊成個入鬼你看那去念經可能，所以我把學過我只見。我個驚看，特別我個驚，所以我會，到底會看咯。然後我其實當弟弟講嘅時候，我哋想到，我估計有做棒棒啲，我哋一個所在嘅。特別我搞動機，我都唔知係你是咩所在嚟。係啦，係你所在咧嗬。我啲棒裏面，我就係講以前啲變領嘅啫。特別伊唔是咱嘅年代變領，是幾十年前啊，我未必百幾兩百年前嘅，佢哋負責係變領嘅，something 嚟一個鋼槍。老歌仔。一頭整佢嗰時真係是 Indians 嚟。印度人，你就擺是上嘅人啊？幾廿刀？我幾廿刀，就一刀就我上一個所在就我就是紅咁啲嘅所在，啲一個房間會行出來，你行個頭子要一個草坡，你做事等等嘅。我心裏邊就講佢哋所在嘅事變樣嘅，我心裏邊想到，所以我就自己啲印度人做派命工嘅。哦，特別我唔是印度嚟就，我係時候都是。咱係英國超嘅點先啊，係變領嚟。我係諗裏邊啲學話就係講是人哋講，特別啲學我冇甲人講話，我直接行啦，看到就係人啲邊，呢個是半暝咗，暗暝就是用就是鼓勵啲暗暝做工了了，係咧有人前面啉酒啊，上班係咧我行過，係咧我行嗰時，我行去一個暗暝所在咧，係咧我就直接 repeat 掉上一個，人哋講，特別我按掉對你，我少唔知你是咩所在。唔知咩所在。小寶個調小寶到底大頂嘛？小寶我俾梅魯看啦，你大擺就聽講幾個數嘛？我俾聽魯嘅幾個數，魯先會記掉嘅。冇啦，
咩冇？我 selective memory 我袂記。我當時我就是被 trigger 伊，當時我就是被 trigger 對。聽冇聽過咩？我應該是有聽過，你學等應該是我咪鬼嘅告訴我等。嘛是啷個了講嘅咯。等嘅咧，等嘅細漢嘅時。experience 冇講。冇講下，講下。冇啦，我袂記。你家己 experience 咧有嘅咩？我知，我當就是要叫你。哦，阿 John，鬥下手了。阿 John 呢個 selective memory 嘛，所以就是袂記哦。我特別 trigger 伊，特別可以記，鬥下手。我垃圾豆嘅，我垃圾豆嘅本是唔夠 sorry 嘅喎，安尼這年我雜少聽。伊失敗嘛，伊把你教，伊被佢教掉。白教啊！喂，是本我失敗。我唔把那好啊，嗰陣啊。我講你白教都唔是講你背。好呢，唔是講你白，都唔是講你邊配博本，邊配教嘛？你講你教，你白教，係嚟。壞清，唔是壞清兼小寶。我感覺你有嘅咯，我被你小氣淡薄，看你會記。我 aura 小 strong 啊，我冇嘅。你講嘅人咧，就是第教，唔係 selective 成我朋友嘅阿毛啊，冇相信咧，講嘅是個嚟見。誒，我講我冇相信啊，我相信啊。冇啊，真係你是講你冇就是有嘅。你講話你咪講，我聽住你。你 experience 啦，冇啦。特別聽過咧，就都有聽過。我佢就講過啊啦，我到底我飛食袋咧聽到嘅你個了呢啦。阿妹會咧，阿妹會應該是看到人錄絕句係咪有哦？冇，我真係垃圾我冇看過，有呢嚇，我講到暗嗬嚇。講到暗，我上是有一個 experience 嘅。嚇，你講下。我唔知啊，是唔是伊是後面嘅做些物件啦嚇。伊來到嘅暗點時候，伊哋拿機拿好玩翻咯，查某係拿機拿好玩翻。拿機係咩做啊？機 scream 啊！哦，這樣 OK。scream 這樣，伊就拿好後面邊咯。哦。然後就一人拖你來咯，伊兩個朋友來拖你來咯。拖你來，然後就嘅跳檔嘅細公啦，嘅跳檔嘅人啊嚇。伊就唔知做咩嘢，也係主人翻咯，飲嗬。然後伊就係啉，伊幫佢出嚟邊嗬。背鋪到伊邊，鋪伊邊有時候，伊規個扯起來就無規個吼，係怎個唔知，按照伊個 VH 上個是按怎個冇這種扯起來款啊，所以這是真係是我親眼看到嘅咯。哦，這是你都好啲啱嘅嚇，看到嘅嚇。對啱。你驚？我看到你塊面嘅，我真驚誒。我冇驚，我驚哦！我覺得因為嗬 ，maybe 是因為我頭一點是我相信啦吧，應該是我離運價貴應該冇被入掉咯。但是你配教一條被接。你講嗰時叫本，一跳一下，一彈出來，你彈佢先啦，一個跳，一個彈出來，你成個 trampoline 啊你，trampoline 背，你講情下面沙咧，你教嘅。像個窿邊啊，我窿邊。OK， 我把那 clip 這起來啊，把這是放，讓看，讓記得這是，一個那便宜的人啊，惠州人，佢又講好發生嘅好跟我呀，嚇 ！Oh my god！我特別寫起來啊，所以我今日再講，特別 post 到一個 episode。阿龍嘅朋友，你阿毛嘅介舊講福建話呢，伊福建話音介好呢。得謝。是阿花，阿花，哦阿毛哈。阿花，哇！伊福建話有影介有料咯。呢啲是哪個人都你就係？冇，伊啲 clubhouse 講話是我諗，你我。哦，伊來嚇，伊最近來嚇。有當時要出現呢。哦。有當時出現呢，所以我都是感覺，你我看咗伊小英嘅人。阿毛咧，阿毛，英文就阿毛嘅 ，it's English。嗱，你講阿毛話，佢正準咗，所以我嘛問伊咯。你講伊是，你講伊是學福建話，哇！有影我介落勢呢，我感覺伊福建話，我一聽到伊嘅福建話咧，我
感覺我該 like I don't measure up。Yeah, I don't measure。自己拍攝自己好。自己拍攝，有影只拍攝。我拍攝，伊actually無是個難想嘅咋，because 伊先裏面想啦，你看伊學學嘅話啦，就係人學佬伊嘛，你講你計搞就攞住你白人啊，講學嘅話，啊咧伊 actually 是無咩數㗎，你看你人，咁你想法嘅咋，要教我講過，你講話。所以人是 feel 到白人，那是講嘅啦就。冇，伊是感覺就講，我家己啦，伊家己冇，伊是講伊家己袂記，伊家己講啊都冇，家己人家己話都冇比伊教講。亦講我，浪個了以後講Malay，以後講English嘅人啊，有看到一個白人以後講福建話，我當然使一隻有。我都講好妙咗咯。嘅意思，我是講。特別條本你會睇死。但係咧，我人真係行款嚟食人嘅嘛，แล้วกันแล้ว人來時啊，伊人กันแล้ว人有佢哋 accent 嘅，特別阿華嘅 accent 福建話邊咧 accent 真正好。你一條伊啦，伊頓嘅啦是對邊樣嘅。啊！你聽邊咧學嘅我係嘛？話你講福建話，特別你聽到伊嘛無咁準啊，特別阿華真正準，都是我 impress 伊準。安怎我味到咖喱嘅味哈？你紅煮煮咖喱，要煮咖喱，會開啊！伊現在要煮咖喱，無可能一煮 Japanese curry 嚇 ，Japanese curry 是你叫嘅，嚇我會到啊，但係邊我硬嚟啊，我會到啊。係 possibility 啦。了，等陣我個要 focus 係我面被 focus。了好個一浪看到我新嘅頭毛無上嘅發型啊！我就是愛妹，是唔是假線頭毛？對，我剛才我線頭毛就是我骨頭毛嚟，定到我就是愛講是唔是郭富城嘅頭毛？對，咱就是佢興到對啊嘛。對，我嗰時候我看到頭先嗰隻時候，我嗰時候迄集，我能講90年代、80年代，對，就是這粒頭嚟㗎。對，所以話特別同佢好，我是我阿未。教100%個啦，我當然啲留到對，你就定到我頭毛佢低嘛，所以當然我留較長啊，所以特別一浸係好，叫我搬來啊，我搬來我按，哎呦 my god，why does it smell like curry? Because it is curry. Oh my god, thank you, sweetheart. With you. Leave me alone. Good timing with the light. I'm not scared this time. Okay. 好啦，咱嚟看啦，咱就會 take a break from the ghosts. Now we see food.OK， 來 food porn， 這是 food porn 啊，這個 food enjoy 下 ，OK live food cam，OK， enjoy 下。哦，個荔枝喲，是荔枝啊？不，荔枝咩？升格是升格，嗰是荔枝。升格嚟啲。升格是荔枝。個我都買兩添。哇 ，Watermelon. Please leave me alone, Bella. Okay. Mommy's time. 哦，伊是迄個 simmer sauce 嘅牛奶嘅，做咩轉來轉去？我 YouTube 是轉來轉去。我唔知啊，轉來轉去啊！我唔知咩曉到隻 direction。喏，等陣我開開隻。哇哦！哇，真好食，看下真好食呢。誒，因為開未開，哦，there you go。你用啲 handphone 嚟叻啦。哦，itu sangat ada chicken masala 呢，sauce。Yummy。Oi，個菜。哇！แล้วก็這西瓜掉，一盒西瓜。西瓜㗎。Yummy。好了。哦。什麼解想會食啊？特別個未食掉。我食一喙。I found this on the web. What you shut up 啦 you？ 過嚟講話類似。是呢個就教我講話。乜嘢啊？我抄到對。你阿 John 你condom 偷下噃？你講咩？你 condom 偷下噃？係咪我冇明白？你 condom 偷下噃？哦。就是找 condom 咩嚇？我冇明白。
因為你 braces 唔是 condom 嘛？打去啊，打去打去啊。等我直接吹。我準備去夾我叉燒包咧，我未打閒了。美國英國中走去，我知啊數。英國中就嗰個位就冇啲嚟啊嘛，嗱，班個數呢來嘛。OK，我啦，伊巴魯啲我人這邊個伊時間蠻嚟打嘅，我人幾間會打，冇幾間。那是咁公交嚟。OK，我不如從住會包槍幾個數無人冚大，咱電話正本一路教講個人。冚冇點冇正啊？啊，攏一人講了。八刀嗬。誒，雞報紙頂住我甲雞報紙講嘢我人嗬。雞報紙即係有告訴咧。伊講真濟哦，伊佢來啦，係佢知，佢來講啊，因為伊把咧，除了你咁先啊，個人無係，冇，伊啲 KL 了，伊已經對來了，伊是對來做工啊，冇啊，食久了幾廿年啊，已經是，新加坡，咩？伊早幾年啲 KL 了誒，伊已經 base 喺這邊㗎，有陣時 travel 呢誒。哦，對佢有一個 episode，伊講伊對來幾廿年啊嘛，伊本有講啊嘛，這 episode。有得特別 KL 就看到伊啊嘛，當然 OK，你叫起來啊，叫起來。能夠講伊把是掛龜嘅嘛，掛伊把是掠龜嘅嘛，是唔是要講龜嘛？咁又要講就報告咋？講真唔在咱這朋友。人哋聽講到啲新加坡亂叫，我未記名啊！一十部怪 retire 了嘅十部，我一邊就拗好啊！呀，一貴先咗咯！啊，是啊，一貴先咗嘛，Jennifer 怎樣？一隻有心嘅就一邊就，我就我往時去新加坡我是 transit 是我落去隨便有一眼，我冇咩點聲有當時，一在我去新加坡一直都是。嚴驚好玩啊！我知道是伊無拄着我走去我學校，即落比喻交代好我一拗啊！所以我當然看到只我都想到伊啊嚟 Jennifer。我到底新加坡一年時，我自家記報紙，甲 Jennifer 人做 gathering 嘛，我記。差別可能是都無來吼，而且 before 錄啊。冇。我去迄個 Starbucks， 我迄個。你晒盤水嘅呀？對面，以前喺 hotel 就唔知係 post office 呢 hotel， 唔知 post office 上面即係國際 building 嘅咩啊？以前 hotel 就貴。hotel 就貴 MBS。以前貴嚇 MBS 啊？貴啊，貴是。是貴啥？貴仔。係咪啲？Clarke Quay 唔知話你學到咩咪？你講學到咩？唔知咩 Stanford 還是咩？係咪？唔是 Stanford。哦 ，Raffles 啊。嚇 Raffles 學到嚇。Stanford College 啊。OK，小達 OK，講嘅平成啊嚇，這個禮拜了時候，感謝阿龍加感謝。佢嗱佢冇講乜啦，南十部講到佢嘅即係茶比婚豆嘅呢配教，我也配。แล้วก็Father Andrew Lambert 誒，係我突然間想唔起吹，特別我個驚我咁解吹。Andrew 咩？唔是 Vincent 嘅係咩？啊，所以叫 Vincent 啊，Andrew Key 哦。呢個人話咩啊？我冇咩注意聽，我講 Vincent 你點先？我哋聽到 music 嘅啫。我冇咩注意聽，我才是 Vincent 嚟哦。誒，我哋跳到誒 try 到會記啊，我會記 Lambert 呢，我未記。誒，我哋唱到Adam Lambert 咯，就我哋唱到 Adam。我寫到係你 Google Meet 嘅回數 Lambert 係 ，OK，Andrew Lambert。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講嘅這邊先，感謝大家下禮拜到嚟收聽無上嘅，或者係講都未參加，冇人講這個邊啲學嘅落 email 我會使嚟催我嘅。講完拍曲了有幾個數有幾時有幾個數時候，就禮拜大季節，特別是有落幾個數，所以就俾嚟參加啦。講咯，會記幾個時間
你吉布斯quý個數時起來講 OK， 感謝大家，拜。哎呦，死無夠大聲，等我幾棒過，我別記超嘢迄個 volume shit， 安怎 volume 啊？死，ghost 跟住個在 struggle。OK， 來過，天公 OK，拜。